天来还愿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买房子，因为我的自由业，然后贷款都一直贷不下来，找了很多银行，然后利率都很高，然后都贷不下来，然后就在快要截止到期的那个时间的时候，我就来找卢七爷，就希望我可以贷款成功。结果就突然有一个台湾银行的客人，然后来找我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刚好就聊到房子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就亲自下来帮我就处理房子贷款，结果我最后用青年首购贷到了这间房子，所以我就特别来还愿这样子。哇！所以他今天请了这个神鸟庄，等一下就会开始。